为着要避免疫情的传播，嘉义市除了甲公园游乐设施封起来以外，也有封南潭水库后山的步道。所有民众违反规定入去运动，佮因为人无爽快，叫救护车来甲伊送到病院。嘉义市政府表示讲，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处罚。那你们送哪家医院？长庚，因为长庚我的资料全部都在长庚。长庚哦。对，我现在。民众伫嘉义市运动到一半，身体雄雄无爽快，赶紧叫救护车来。只是运动的所在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早就伫5月27号就封起来。啊，著防疫的时阵啊，当然嘛封起来啊。啊，无人传人哪会爽？袂通啊！害着家己，害着个别人。这是有封闭的状况，禁止进入的一个情形。我们到现场之后，评估 TOCC 还有血糖值，然后辛辛那提测试都正常。然后再后来就是给予一些基本的救护处置之后送到医院。嘉义市政府为着要减少疫情的传播啊，甲一寡民众定定的群聚的所在封起来，嘛包括南潭后山的步道，但是也是有民众违反规定。市政府表示，封起来的所在，民众即马若是搁入去，是袂看到会直接开罚。那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，也目前呢正在进行采法的相关行政作业程序。那这个采法呢，我们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。消防队表示，患者坚持爱送到家己县的病院，嘛是不当使用救护车，所以嘛有开收费佮治单，患者嘛有同意。市府强调，疫情期间也是请民众尽量配合规定，唔通浪费社会资源，甚至造成疫情的破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